来继续来看，上届受到民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倒一位呢？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，第一名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信任的指数高达74.1；第二名是副总统赖清德，信任的指数60.4；第三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，第四名是总统蔡英文。侯友宜讲，感谢新北市民的鞭策。 现阶段上介重要的，也是甲防疫甲做好势。请受勋。铁棒球选手罗雁分挂分奖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阁公开专运会8奖座，讲到奖座，侯市长嘛会使领一个。因为近期美丽岛电子报上新民调政治人物信任度调查，侯友宜74.1第一名，第二名是副总统赖清德60.4，接落来郑文灿、总统蔡英文、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上尾名。新北市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足，还望我们市民朋友多多给我们批评跟指教，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在现阶段把防疫做好。 3个月无离开新北市民，侯友宜讲先甲防疫工作做好，因为全台疫情靠回，敢若嘛反映伫执政党的民调。民调显示有55%满意蔡总统的表现，比顶个月增加5.4%；43%无满意嘛，比顶个月减少5.1%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满意度嘛增加到48.6%。5、6月是3级警戒，所以会对人民造成很多不便，甚至是经济激进停摆。那当然，这都会反映在整个执政党的一个支持度当中。但是这一段时间慢慢疫情得以控制。 人民的信心又回笼，这不能是沾沾自喜，而是应该把过去我们没有做好的部分把它补强。经过疫情危机，总统府和行政院嘛开始愈行愈稳。